王別動，給你戴頂花冠。好看。如何好看？以你嫣红，老伯戴上花冠，比戴王冕好看。后宫女子也就是你，以為花冠比王冕好看？他們是太看重那頂王冕，而不在意是否好看。又說傻話了。老伯嫌棄月兒，傻有傻的好處。有何好處？赤子之心，純一不雜。謝老伯誇獎。這些日子，老伯鞍馬織勞，辛苦了。要不要跟月兒去外面散散心？草原是郁郁葱葱，美不勝收呢。寡人打算明日派人跟司马將軍一同前往义渠營地，商議接納義渠王歸降之事。一來，探探他們的虛實；二來，也要他們知道秦軍這邊以逸待勞，嚴陣以待，免得他們仍存僥倖之心。这個人最好跟義渠有點交情。若是張子或者雍大人能在就好了。張儀出使列國未歸，臨行前雍瑞有病了。司馬將軍過於耿直，遇事不善轉圜。那老伯覺得月兒如何？你不說，寡人正想問你。那義渠王聽說你跟寡人來了，竟派人來說要見你。他知道我一定會去找他的，因為義渠大營裡有羋月的兄弟，就是那個被狼養大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還是由我陪司馬將軍前去，只當是探訪故人。即使他們有所算計，也不會特別提防一女子。好吧。司馬錯拜見義渠王。義渠王，別來無恙。月公主，聽說義渠王打算率部歸降，八子特來探望故人。大王，大王！月公主，身為秦王的寵妃，親自來到我義渠大營，是我等的榮幸。請。大王聽說義渠王迷途知返，有歸降稱臣之心，十分欣慰。義渠與秦國本為友邦，早有盟約，朝貢於秦。只是義渠王受公孫衍挑唆，反覆背叛。這次還需你等拿出誠意，真心相見，才可化干戈為玉帛。我義渠人向來都是先談交情，後談交易，酒過三巡才知道是不是朋友。上酒。慢。按大秦的規矩，該是先談交易，再談交情。既然這樣，咱們什麼都別談了。哎，義渠王不要對司馬將軍惱怒，他不知義渠人的情分深淺，都在這酒水裡。羋月願意客隨主便，我先來敬義渠王一碗，望義渠王能推誠相待，口能對心。月公主早年在我義渠做過客，也該知道我義渠的習俗。來，司馬將軍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也敬義渠王一碗。乾！乾！這些年，我一直牽掛留在義渠的親人，不知小郎弟弟可安好？還小郎呢，那小子如今都已經是頭郎了。義渠王古道熱腸，能否方便時恩准羋月與弟弟一見？好，沒問題。司馬將軍，來，再乾。乾。
司馬将軍，你也是初到義渠，我虎威敬你一碗。多謝。乾。岳公主，你我是故人，我敬你。义渠王说是要归降大秦，可我刚才进来前，看到义渠兵馬枕戈待旦，戒備森嚴，毫無懈怠，這不像是要休戰的景象。我們义渠人的命是自己的，這睡覺也得睜一隻眼。這是你的老營，是你們義渠的地盤，你若不想歸降，秦軍誰又能圍得住你們？可見我義渠人歸降之心，絕無虛假。明明是待價而沽，卻說自己誠心實意。你那義渠草原大半都到了秦國手中，你就算逃出這山谷，又能有何作為？如此說來，我義渠只能向秦國稱臣了。不過，我既已稱臣，秦王必須以禮相待，從此兩下相安無事。可秦王要的，並非是義渠名義上稱臣，而是真正的歸降。義渠王去王號，改稱義渠君，也就一字之差。義渠治理也都要推行秦法。什麼？義渠是我的義渠，為何要推行秦法？既然義渠王對秦王稱臣，那義渠就該是大秦的國土，推行秦法也理所應當啊。你要是這麼說，歸降之事不談也罷。義渠王糊塗，你想想，自從大秦推行新法，國強民富，天下無敵，立威諸侯。既然秦法對治國治民有好處，你為何不先試一試再說不呢？義渠人有義渠人的活法，為何要向別人學？你那活法若好，就不會被秦軍鐵桶般圍在這山谷裡。你們歸降已經是城下之盟，但秦王仁義，他已經答應將佔領的義渠土地全部交還於你，並由你來管轄推行秦法。從此大秦就是義渠的後盾，遇上天災，大秦就是義渠的糧倉；遇上敵手，大秦就是義渠的幫手。這有何不好？義渠王是聰明人，秦王願意從此與義渠化干戈為玉帛。秦國強大，義渠也強大；秦國富足，義渠也富足。義渠眾生的福禍，只在大王的